如果你憧憬住喺一個海景退休或者度假生活，我諗呢個海景你唔會抗拒㗎。企喺陽台咧就可以望晒成個海景啊，遠睇咧就可以見到港珠澳大橋啦。樓下就係九州港客運碼頭啊。九州港客運碼頭咧，你仲可以搭船翻到香港嘅尖沙咀或者去深圳啊。你話住喺呢度，交通係咪好方便呢？一出咗呢之後，呢個空間就係你屋企噶啦，做到專梯入戶，成個空間俾你用晒啊！咁呢邊就係一個公用嘅洗手間啦。再睇翻過嚟呢邊，我哋依家睇呢個單位就係111平方嘅，做咗個3房設計啊。書房就喺呢個位置啦，呢邊就係廚房。再睇下呢間 BB 房。喺呢個位置咧，8分鐘嘅距離就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啦。講緊翻到香港東涌只係40分鐘啊！主陽房同樣都係望翻無敵嘅海景，樓下周邊嘅商業配套咧已經完全成熟晒嘅，衣食住行完全可以幫你解決晒啊！講緊呢個單位咧40萬你就可以攞低啦。有興趣評論區留言，我將詳細嘅資料 send 俾你。